候是维尼老师，好，我们把时間交給他。好，弟兄姊妹早晨。弟兄姐妹早上好。呢度行傳22章，使徒行傳22章，喺前一章嗰度講到，在前一章講到，保羅啱啱從第3次嘅宣教，從佢嘅宣教旅程翻到耶路撒冷，保羅剛從他的第3次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，向呢個雅各同埋長老咧去彙報。向雅各和長老匯報。但係從亞西亞嚟嘅猶太人呢，但是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，佢係聳動眾人要殺保羅。他們聳動眾人要殺保羅。千夫長帶住羅馬兵咧，就將佢響暴民之中去帶出嚟。那個千夫長就是把保羅從這個暴亂當中帶出來，正係準備咧將佢帶入營樓嘅時候，準備要把他帶到營樓的時候，保羅咧請求呢個千夫長允許佢向百姓講嘢。保羅請求千夫長允許他向百姓講話。使徒行傳嘅22章，使徒行傳22章，就係保羅咧企喺呢個階梯上面，就是保羅站在階梯上，用希伯來話向呢啲咧好憤怒嘅同胞咧去分訴。他用希伯來話向這些很憤怒的同胞分訴。呢個係佢個人生命嘅見證。這裡是他個人生命的見證。佢講佢點樣從一個逼迫者，他講怎樣從一個逼迫者成為咧一個咧耶穌基督嘅見證人，成為一個耶穌基督的見證人。所以我俾今日嘅題目係找緊機會為主作見證。我給今天的題目是抓住機會為主做見證。分為2個段，分為2段。第一段係1至21節。第一段是1到21節。真實嘅見證來自生命嘅轉變。真實的見證來自生命的改變。當時嘅群眾都係為咗咧律法咧大發熱心嘅猶太人嚟㗎。當時的人呢是為着以色列人是為着律法大發熱心的人。佢哋都係猶太人。他們都是猶太人。佢哋咧係因為指責保羅咧糟踐呢個律法。他們指責保羅糟踐律法，同埋咧污穢聖地。和污穢聖地，就要殺佢。要殺他。所以我哋諗一諗，當別人攻擊或者誤解我哋嘅時候，所以我們想想，當別人攻擊我們或者誤解我們的時候，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要為自己說話嘅，係咪？我們很多時候需要為自己說話。哎呀，因為你咁樣講唔啱啊，我覺得委屈嘛。你覺得你這樣講我是不對的，我覺得很委屈。我要為自己辯護啦。我們要為自己辯護。我要指出自己係啱，人哋係錯噶。想要指出自己是對，別人是錯。其實保羅咧係大有證據可以證明自己嘅清白。保羅是大有證據的，可以來證明自己的清白，證明自己咧係遵行律法，表明自己是遵行律法的，冇做過任何違背律法嘅嘢噶，沒有做過任何違背律法的事情。佢咁樣嘅話咧，佢就可以咧可能會被釋放噶。如果他這樣的話，可能他就被釋放了。但係佢冇咁樣做。但是保羅沒有這樣做。佢刻意嘅為咗自己嘅安全咧，佢咧唔為咗自己嘅安全咧係去辯解。他沒有為着自己的安全去辯解。所以我哋諗翻耶穌基督。所以我們想到耶穌基督。佢喺比拉多嘅面前。他在比拉多的面前。佢都冇為自己申辯過一句說話。他也沒有為自己申辯什麼話。司提反都係咁樣。司提反也是這樣。所以呢度話俾我哋聽，當我哋面對攻擊嘅時候。所以當我們面對攻擊的時候。唔好只係睇重咧自己嘅委屈，不要只是看重自己的委屈，唔好淨係睇重自己嘅面子，不要只是看重自己的面子，亦都唔好自義，也不要自義，因為呢個咧係人血氣嘅反應，因為這是人血氣的反應。一個被聖靈充滿嘅人，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，佢係唔會為自己做任何嘅嘢，他是不會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，而係咧時刻諗住咧可以為神做啲乜嘢，而是時刻想着可以為神做什麼。保羅睇住呢啲人嘅時候，保羅看着這些人的時候，佢就知道有好多人好似佢從前一樣，他就知道很多人好像他從前一樣，係抵擋福音，是抵擋福音的，係唔認識耶穌係主嘅，是不認識耶穌是主的。所以保羅咧啱啱咧被打喎，那保羅剛剛被打，但係佢仍然咧用好溫柔嘅語調咧對眾人去講說話，但是他仍然用很溫柔的語調跟眾人講話。第一節，第一節。佢就話：諸位父兄請聽。他說：諸位弟兄們請聽。父兄請聽。諸位父兄請說，請聽。我現在對你們分訴。我現在對你們分訴。保羅稱眾人為父兄。保羅稱眾人為父兄。呢一班要打佢、要殺佢嘅人。這班要打他、要殺他的人。佢稱佢哋為父兄。他稱他們為父兄。就係
稱呼就其實保羅看佢哋咧係仍然係尊敬佢哋㗎，其實保羅看他們仍然是尊敬他們的，因為父兄咧係一個對年長者嘅一個尊稱，因為父兄是對年長者的一個尊稱，並且仍然看佢哋為家人。並且仍然看他們為家人。咁佢咁樣稱呼佢哋咧，係同司提反所講嘅一樣嘅。啊，那他這樣稱呼他們是跟司提反所稱呼他們的是一樣的。分數咧分數係唔單止係喺法庭上面咧對控罪嘅答辯，不單是在法庭上對控罪的答辯，亦都係咧只作見證。也是在做見證。因此咧，保羅以下所講嘅辯詞咧，因此保羅以下所講的辯詞，佢冇咧按住啲控罪咧逐一去解釋，他沒有按照這些控罪來逐一的解釋。佢亦都係咧將自己嘅神學知識咧去擺埋一邊。他是將自己的神學知識放在一邊，反而佢利用呢一個機會去講自己嘅經歷。他反而用這個機會來講自己的經歷，佢為主作見證。他為主做見證。其實佢嘅目的就係呼籲眾人咧要順從主。他的目的就是呼籲眾人要順從主，而透過佢嘅講道，而透過他的講道，佢要向眾人咧講明，他要向眾人講明，佢所做嘅嘢咧係因着主嘅命令，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因着主的命令，係跟隨主嘅命令去做。是跟隨主的命令去做。佢開始嘅時候咧就用本土嘅希伯來話說話，他一開始就用本土的希伯來話說話。呢個證明佢咧係如假包換嘅猶太人啦。這裡是證明他是如假包換的猶太人。咁樣眾人聽到嘅時候咧更加留心啦。那眾人聽見的時候就更加的留心。佢首先咧就介紹自己嘅背景。他首先介紹自己的背景。佢話我本來就係猶太人啦。他說我本來就是猶太人，生喺基利家嘅大樹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樹，又係喺呢度耶路撒冷長大噶，在這裡的耶路撒冷長大的，喺加瑪列嘅門下，在加瑪列門下，透過咧最好嘅拉比教育，又透過最好的拉比教育。我同你哋一樣係熱心侍奉神。我跟你們一樣是熱心侍奉神的。保羅講佢自己係佢哋其中嘅一份子。保羅講自己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。佢咧係要佢哋去認同。他想要他們來認同。佢曾經努力嘅活出真正猶太人嘅生活。他曾經努力的活出真正猶太人的身份。走向逼迫基督教嘅前列。走在逼迫基督教的前列。比其他人咧更加厲害。他比其他人更加厲害。更加嘅熱心。更加熱心。但係跟住保羅咧坦誠自己過去嘅錯誤。但是保羅接下來就坦誠自己過去的錯誤。第四節。第四節。佢話我曾經逼迫嗰啲咧信奉呢一個道嘅人，直到死地。我曾經逼迫信奉這道的人，直到死地。無論男女咧，都拉佢哋坐監。無論男女都所拿下監。所以睇到佢哋，睇到保羅咧係冇美化自己嘅過去嘅。所以看到保羅是沒有沒有隱蔽自己的過去的。佢坦白承認自己。他坦白承認自己。本來就係福音嘅敵人啊！我本來就是福音的敵人。曾經將基督徒咧鎖喺監牢裏邊。曾經將基督徒鎖在監牢裏。大祭司眾長老都知噶。大祭司和眾長老都知道的。可以為佢做見證。並且可以為他們做見證。咁睇到保羅嘅見證提醒我哋係點呢？看到保羅的見證提醒我們什麼呢？真實嘅見證。是真實的見證。唔係假裝咧，從前以前冇犯過錯。不是假裝從前沒有犯過錯，而係好坦白嘅誠實嘅承認。而是很坦白的誠實的承認。過去點樣嘅失敗？過去是怎樣的失敗？之後咧，佢就見證神嘅恩典。然後呢，他就見證神的恩典。點樣喺佢生命當中去做事？怎樣在他的生命當中做事？去反轉佢嘅生命。來反轉他的生命。所以我哋做見證都係同樣係咁。所以我們做見證也同樣是這樣。從祖母堂承傳落嚟嘅。從祖母堂承傳下來的。我哋見到每一個講員站喺講台上邊。我們見到每一個講員站在講台上。佢哋所講嘅道。他們所講的道。都係生命之道。都是生命之道。都係講從前我點樣樣。都是講從前我是怎樣的。我幾低。我多麼的低。但係之後神嘅恩典臨到我生命嘅時候咧。當之後神的恩典臨到我的生命的時候。就讓我整個生命反轉，就讓我的整個生命反轉，讓我生命可以提升，讓我的生命可以提升，讓關係恢復，讓關係恢復，讓生命好多個方面咧都能夠經歷神嘅恩典，讓生命的很多方面都可以經歷神的恩典。所以同樣我哋做見證都係要咁樣樣。所以我們同樣做見證也是要這樣。
我哋咧亦都係從母堂咧傳落嚟咧有感恩嘅文化。我们也从母堂传下来有感恩的文化，無論開會啦、開組啦，无论开会还是开组，我哋都會先感恩嘅。我们都会先感恩。同樣，當我哋感恩嘅時候，同样，當我们感恩的时候，我哋亦都係坦誠過去我哋嘅低點。我们也是坦诚我们過去的低點。過去我就係咁低，過去我就是這麼低，但係神就係感恩提升我，但是感恩神就是這樣提升我，讓我喺家庭、喺職場嘅服侍被祝福。讓我在家庭、在職場的服侍被祝福。呢個全都係神人嘅恩典。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哋都係為呢樣神嘅恩典而感恩。我們都是這樣為神的恩典來感恩。因為如果唔係有神嘅恩典，如果不是因為有神的恩典，冇人可以得救。沒有人可以得救。如果冇神嘅恩典，如果沒有神的恩典，我哋嘅生命唔會翻轉。我們的生命不會翻轉。跟住保羅就講乜嘢呢？那接下來保羅講什麼呢？佢6至11節，6至11節，就係佢述說咧喺第9章嘅經歷。他就是述說在第9章的經歷。呢個就係保羅呢個生命點樣由一個逼迫者，這就是保羅的生命怎樣從一個逼迫者成為一個見證人嘅一個轉捩點。成為一個見證的轉捩點。第6節，第6節，我將到大馬士革正走嘅時候，約在晌午，忽然從天上發大光，四面照着我。我將到大馬士革正走的時候，約在晌午，忽然從天上發大光，四面照着我。晌午就係話正午嘅時分。晌午就是正午的時候。呢個正係陽光最強烈嘅時候。這是陽光最強烈的時候。但係從天上發出嚟嘅大光呢？但是從天上發出來的大光呢？係比呢個太陽嘅光更加嘅光亮。是比太陽的光更加的光亮。呢個光喺面前嘅時候，這個光在面前的時候，保羅成個人就撲到喺地上邊。保羅整個人就撲倒在地。佢聽到個聲音同佢講：掃羅，掃羅，你點解要逼迫我呢？他聽到聲音對他說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佢問咗2個嘅問題。他問了2個問題。佢話：主啊，你係邊個啊？他說：主啊，你是誰呀？主就答佢啦。主就答他：我就係你所逼迫嘅拿撒勒人耶穌。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。跟住佢就問：主啊，我當為你做乜嘢呢？然後他就問：主啊，我當為你做什麼？呢個表示佢係願意降服喺主嘅旨意之下。這是表示他願意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。主嘅回答就話：主的回答是：起來進入大馬士革，起來進大馬士革去。喺嗰度我將要派你做一切嘅事，我會話俾你聽。在那裡要將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。保羅因為個光太強烈，暫時失明。保羅因為光太強烈，暫時失明。同行嘅人咧拉住佢嘅手咧入咗大馬士革。同行的人拉着他的手進了大馬士革。佢喺呢個大馬士革嘅路上遇到復活嘅主，在這個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復活的主，改變咗佢嘅一生，改變了他的一生。神嘅光照使佢知道自己嘅罪，神的光照使他知道自己的罪。佢原以為自己係侍奉神，他願意為自己侍奉神。佢係發現自己原來係逼迫緊神，他發現原來自己是在逼迫神。佢原以為耶穌就係假嘅彌賽亞，他原來以為耶穌是假的彌賽亞，殺佢冇錯噶，但是他沒有錯，殺佢係冇錯噶，殺他是沒有錯的，但係發現原來佢係從死裏復活嘅榮耀嘅主，但是發現原來他是從死裏復活的榮耀主。呢一個相遇，這個相遇改變咗佢一生，改變了他的一生。喺2002年嘅時候，在2002年的時候，我因為遇到復活嘅主，我因為遇見復活的主，我生命不再一樣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樣。佢唔單止醫治我，他不單是醫治我，佢甚至讓我再活一次，甚至他讓我再活一次。喺神嘅光照之下，在神的光照之下，我睇到我自己嘅驕傲，我睇到我自己嘅自我，我看見自己的驕傲，看見自己的自我。我以為我靠自己點都得噶啦，我以為我靠自己怎麼樣都行。我曾經將神同埋福音拒之於門外，我曾經將神和福音都拒之於門外，但係結果我碰到焦頭爛額。但是結果呢？我碰到焦頭爛額，差點呢連命都冇咗，差一點連命也沒有了。我都曾經問過主一個問題，我曾經也問過主一個問題，但係保羅所問嘅，就是好像保羅所問的。我話主啊，我當為你做乜嘢呢？我說主啊，我當為你做什麼？主俾咗我人生嘅目標同埋意義。你預備我人生的目標和意義，我就跟隨佢，我就跟隨他。漸漸我走上佢為我預備嘅道路，我就走上他為我預備的道路。當有喜悅嘅時候，當有喜悅的時候，
我進入咗佢為我預備嘅路，我進入了他為我預備的路，我走上我嘅命定，我走上我的命定，我要服侍佢。我服侍他。感謝主一直嘅扶持我，感謝主一直的扶持我，讓我可以重新嘅站立起嚟，讓我可以重新的站立起來，讓我可以喺佢嘅恩典當中，我可以去服侍。讓我可以在他的恩典當中我服侍。我從前做唔到嘅，我從前做不到的，我而家可以做。我現在可以做。我從前睇咩都係灰色嘅，我以前看什麼都是灰色的，但係今日因為復活嘅主喺我生命嘅裏邊，但是今天因為復活的主在我生命當中，我覺得生命咧係活得好精彩，我就覺得生命活得是非常精彩的，並且好有能力嘅繼續向前行。並且很有能力的繼續向前行。呢個都係全部因為主嘅恩典。這些都是因為主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今日我哋成為跟隨主嘅人，我們今天成為跟隨主的人，我哋都係要感恩，我們都要來感恩，我哋都係要為佢而活，我們都要來為他而活，我哋都要問我們都要問主啊，我可以為你做乜嘢？主啊，我要為你做什麼？我哋就勇敢嘅踏上去。我們就勇敢地踏上去。當我哋願意跟隨佢嘅時候，當我們願意跟隨他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你會發現好多嘅神蹟奇事就會發生，很多的神蹟奇事就會發好生，多你想象唔到嘅嘢都會發生。很多我們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。所以我哋勇敢嘅我們要勇敢地去跟隨佢。去跟隨他。接住咧，保羅就提到亞拿尼亞啦。接下來保羅就提到亞拿尼亞，哇，亞拿尼啦，揾到佢喎，亞拿尼亞找到他，就話啦，就說第14、15節， 14、15節，我哋嘅祖宗嘅上帝揀選咗你啊，我們祖宗的神揀選了你，叫你咧可以明白佢嘅旨意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有得見那義者，又得見那義者，並聽佢口中所出嘅聲音。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因。為你要將所看見嘅、所聽見嘅，對着萬人為他作見證。因為你要將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對着萬人做見證。呢度咧有3個要點，這裡有3個要點。佢講到咧係神揀選啊，他講到說神的揀選，呢個正正係講明咧救恩嘅本質，這裡就講明一個救恩的本質，唔係人去尋找神，不是人尋找神，而係神去尋找失喪嘅人。而是神尋找失喪的人。保羅並唔係咧喺尋求信仰嘅路途上面去遇到主，保羅不是在尋求信仰的路上遇到主，而係佢喺逼迫基督徒嘅路上佢遇到主，而是他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遇見主。係主耶穌親自嚟揾到佢。這是主耶穌親自來找到他。第二個點就係講到神嘅啟示，第二點就是講到神的啟示，神向保羅啟示佢嘅旨意，神向保羅啟示他的旨意，讓佢明白乜嘢係神要去做嘅。讓他明白什麼是神要他做的。第3點係神嘅差遣，第3點是神的差遣。保羅咧要為佢睇到嘅、保羅要為他看見的，我聽到嘅，或聽見的，向萬人作見證。向萬人做見證。佢要成為主耶穌嘅見證人。他要成為主耶穌的見證人。於是保羅起嚟悔改，所以於是保羅起來悔改，受洗，受洗，並且求告主嘅名。並且求告主的名。跟住佢講到咧，去領受主嘅呼召。並且之後他講到他領受主的呼召。佢就話佢返到耶路撒冷嘅時候之後，他講到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，喺佢殿裏邊禱告嘅時候咧，就魂遊象外啦。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。人魂遊象外嘅希臘文嘅意思係魂遊象外，希臘文的意思是係彷彿係出神，仿佛的出神，係心靈處於一種好唔尋常嘅狀況。是心靈處於一個很不尋常的狀況。呢個係神嘅靈喺度工作。這是神的靈在工作。其實喺第10章嘅時候，其實在第10章的時候，彼得咧同樣有魂遊象外嘅經歷。彼得也同樣有魂遊象外的經歷。第18至21節，18節21節，呢度講到咧喺經歷嘅當中咧，主吩咐佢啦。就講到在經歷當中，主吩咐他，佢話你趕緊離開耶路撒冷，唔可以遲延啊！你趕緊離開耶路撒冷，不可遲延。因為你為我做見證，因為你為我做的見證，呢度嘅人咧必不領受。這裡的人必不領受。保羅就答啦，保羅就說：佢話主啊，佢哋知道我從前係把順利嘅人咧捉拿囚在監裏。保羅說：主啊，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監裡，有鞭打佢哋，又鞭打他們。
並且司提反流血被害嘅時候，我都站喺旁邊歡喜。并且呢，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有看守害佢嘅人嘅衫。又看守害死他人的衣服。保羅係想表達，保羅是想表達，佢就話點解我要離開啊？他說我為什麼要離開呀？人都係知道我過去逼迫呢個教會嘅人啦，人都知道我是過去逼迫教會的人，而家我改變咗啦，現在我改變了，喺呢度做見證，在這裡做見證，唔係讓佢哋更容易領受咩？不是更可以讓他們領受嗎？大主同佢講：你去吧。但是主對我說：你去吧。第21節，第22節，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。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。呢個就係主耶穌俾佢嘅一個使命。這就是主耶穌給他的使命。所以保羅又稱為外邦人嘅光，所以保羅又稱為外邦人的光，又稱為外邦人嘅使徒。又稱為外邦人的使徒。呢個就係主俾佢嘅命定。這就是主給他的命定。好，嚟到第二個大段，來到第二大段22至30節， 22到30有節，智慧地運用羅馬人嘅身份。有智慧地運用羅馬人的身份。當保羅未講完嘅時候，當保羅還沒有講完的時當佢候，頭先講到就話外邦人呢個詞嘅時候，當他講到外邦人這個詞的時候，呢個群眾咧，這些群眾佢嘅情緒爆發啦，他們的情緒就爆發了，大聲咁樣叫，大聲的喊叫，咁樣嘅人從地上除掉佢啦，讓這樣的人從地上除掉吧，佢係唔應該活着噶。他是不應該活着的。啊，眾人就喺度宣揚啦，眾人就在當中宣推揚，掉衣服，脫掉衣服，將呢個塵土咧向空中揚起嚟。把塵土向空中揚起來。啊，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嗰個情況係幾咁激烈啦。你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況是多麼的激烈。點解當呢個外邦人呢個詞會激起咗呢個群眾強烈嘅反應呢？為什麼外邦人這個詞會激起這個群眾這麼強烈的反應呢？因為喺猶太人嚟講，因為像在猶太人來說，佢哋一直都認為，他們一直都認為，唯獨猶太人先至係同神立約嘅民族，唯獨猶太人才是跟神立約的民族。所以佢認為保羅佢話向外邦人傳福音，他們認為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係對神嘅褻瀆，是對神的褻瀆。但係保羅嘅見證話俾佢哋聽，但是保羅的見證告訴他們，神嘅救恩係話為萬民預備嘅，神的救恩是為萬民預備的，唔單單係為猶太人，不單是為猶太人，係要為全地嘅民，而是為全地的民。但係呢個信息觸動咗咧呢班猶太人嘅民族嘅驕傲，但是這個信息呢，觸動了猶太人民族的驕傲，同埋佢哋宗教嘅偏見，和他們宗教的偏見。我哋都諗一諗，我哋會唔會有呢個咁狹隘嘅思想呢？我們想一想，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個很狹隘的思想呢？會唔會諗到就係屬於我哋自己教會嘅人，只係自己人？我們會不會想到是我們只有教會屬於我們教會的人是自己人？離開咗之後咧，就係外人啦。離開了以後，他們離開以後就是外人了。其實我哋嘅神咧個心係好寬廣嘅。其實我們神的心是很寬廣的。其實只要佢係繼續嘅跟隨神，其實只要他繼續的跟隨神，無論去到邊一間嘅教會，無論去到哪一間教會，佢哋都係主內嘅弟兄姊妹。他都是主內的弟兄姐妹。跟住落嚟，接下來24至26節，24到26節呢度講到咧，就係千夫長話佢花咗好多銀紙先至攞到羅馬嘅公民嘅身份。千夫長說他花了很多的錢才拿到羅馬公民的身份。保羅就話：那保羅說：我生來就是。我生來就是。千夫長聽到之後就好驚啦。千夫長聽到就很怕了。佢差啲咧去毆打咗一個冇定罪嘅羅馬公民啊！他差一點毆打了一個沒有定罪的羅馬人。呢個係違反當時羅馬嘅律法嘅。這是違反當時羅馬的律法的。所以我哋睇到保羅咧。所以我們看見保羅，佢冇因為群眾嘅壓力咧係失去方寸。他沒有因為群眾的壓力而失去方寸。佢鎮定嘅站喺嗰度。他鎮定地站在那裡。佢以羅馬嘅人嘅身份咧去回應當時嘅局面。他以羅馬人的身份回應當時的局面。因為耶穌曾經吩咐過佢嘅門徒。因為耶穌曾經吩咐過他的門徒。嗰個人帶你去到會堂。他說人帶領你去到會堂。並且官府同埋有權柄嘅人。並且官府和有權柄的人。喺佢哋面前嘅時候。在他們面前的時候。唔好思慮點樣去分數。不要去思慮怎樣分數。唔好思慮要講啲乜嘢。不要思慮去講什麼。因為正係喺嗰個時候。
因为在那个時候，聖靈要指教你當說嘅話。聖靈要指教你當說的話。所以呢度提醒我哋，所以這裡提醒我們，我哋要時刻連於聖靈。我們要時刻連於聖靈。無論我哋面對緊嘅係幾咁兇惡或者係逼迫我哋嘅人，我們無論面對的是怎麼兇惡或者逼迫我們的人，我哋都要聽聖靈點樣去帶領我哋，我們都要去聽聖靈怎樣帶領我們，讓我哋能夠真係知道點樣有智慧嘅去面對我哋嘅處境。讓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怎樣有智慧地面對我們的處境。所以我睇到保羅嘅應對，所以我們看到保羅的應對，佢完全喺聖靈嘅引導嘅，他完全是在聖靈的引導當中佢，好有智慧嘅運用佢作為羅馬人嘅身份，他很有智慧地運用他作為羅馬人的身份，免除咗鞭打。免除了鞭打。佢同時亦都係倚靠神。他同時也是倚靠神，喺呢一個咁黑暗嘅環境嘅當中，在一個這麼黑暗的環境當中，佢深知佢嘅神係掌權。他深知我們的神是掌權的。我哋會唔會諗啊？阿保羅咁膽小啊？我們會不會想，哎呀，保羅是這麼膽小的，佢要避免被鞭打啊？他想要避免被鞭打。我哋要知道耶穌受嘅鞭傷我們要知道耶穌受的鞭傷係叫我哋得醫治，是叫我們得醫治的，但係保羅受嘅鞭傷呢，但是保羅受的鞭傷呢，係唔會讓人得醫治。是不會讓人得醫治的。所以有啲人誤以為咧受苦係屬靈，啊，所以有些人誤以為受苦就是屬靈，其實唔係㗎。其實不是的，有必要受苦先至受，有必要受苦才受。冇必要嘅時候就唔好自討苦吃。啊，我們沒有必要的時候就不要自討苦吃。所以我聽到有一啲嘅從前有啲嘅傳道人講，啊，我聽到從前有些傳道人講，生活窮啲唔緊要㗎，生活窮一點沒關係，越窮就越表示屬靈。越窮就越屬靈。其實咧呢個唔係㗎。其實呢，這是不對的。有苦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就去受咯。啊如果唔係嘅，我哋就唔使自己咧專登要咁樣受苦㗎。啊，有苦來到的時候呢，我們就去受。但是呢，如果沒有呢，我們就不用自動的去找苦來吃。係啦，好，嚟到第30節，來到第30節，咁呢度講到咧，千夫長係釋放保羅啦。啊，這裡講到千夫長釋放保羅，因為咧但係因為地方咧佢擾亂未止息嘛，因為地方上的擾亂沒有止息，嗰啲民眾都好情緒高漲嘛。啊，這些群眾都非常情緒高漲，所以咧佢就吩咐第2日，他就吩咐第二天，祭司長同埋全公會都要聚集，祭司長和全公會都要聚集，要保羅咧站喺佢哋嘅面前。要保羅站在他們面前。聖靈咧會繼續帶領保羅，聖靈會繼續帶領保羅，唔單止喺自己嘅民族，不單是在自己的民族，更要去到外邦人之中做見證。更要去到外邦人當中做見證。保羅佢係無負主嘅託付嘅，保羅沒有辜負主的託付，佢活着嘅每一日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係為主做而活，都是為主而活，為主做見證。為主做見證。所以今日呢一章嘅經文，所以今天的這章經文，佢提醒我哋有2點。他提醒我們2點。他保羅咧冇好似其他嘅門徒咁樣跟隨嘅耶穌，保羅沒有像其他的門徒那樣跟隨過耶穌，但係我哋睇到咧，佢對耶穌咧係有真實嘅認識嘅。但是我們看見他對耶穌是有真實的認識。我哋今日我們今天同樣都好似保羅咁樣認識耶穌，我們同樣像保羅這樣認識耶穌，因為有聖靈喺我哋生命當中去工作，因為有聖靈在我們當中工作，我哋都係有機會喺唔同嘅場合向別人講述自己嘅經歷，我們都有機會在不同的場合向別人講述自己的經歷，向別人咧傳揚福音。向別人傳揚福音。我哋要連於聖靈，我們要連於聖靈，因為聖靈會指示我哋當講當做嘅嘢。因為聖靈會指示我們當講當做的話。第2點就係，第二點就是保羅為主作見證嘅結果咧，保羅為主做見證的結果，唔係掌聲，不是掌聲，而係石頭啊！石頭要打佢啊！而是石頭要來打他。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咧，都會面對反對或者係敵擋嘅，我們傳福音的時候都會面對反對或者是抵擋，所以求主嚟堅固我哋嘅心，所以求主來堅固我們的心，無懼艱難，無懼艱難，為神打那美好嘅仗。為神打美好的仗。我哋教會都要進入去傳福音。我們教會要進入傳福音。遲啲我哋會有一個響戶外傳福音嘅一個機會。很快我們有一個在戶外傳福音的機會。
都求主去幫助我哋。求主幫助我們。無論我哋面對嗰個人，佢係接受或者佢係敵擋或者係真係好反對，無論我們面對的這個人，他是抵擋還是很反對，讓我哋都連於聖靈，讓我們都連於聖靈，講出適當嘅話，講出適當的話，為佢哋禱告，為他們禱告，讓佢哋真係從心裏邊遇到主。使他們從心裡遇見主。當佢哋遇到主嘅時候，當他們遇見主的時候，佢哋係會改變，他們是會改變，佢哋係會願意跟隨主。他們是會願意跟隨主。求主俾我哋有呢一份嘅信心，求主給我們有這一份的信心，無懼一切嘅艱難，無懼一切的艱難，繼續嘅跟隨主向前行。繼續的跟隨主向前行。亦都求主嚟為我哋加油，也求主來為我們加油，恩膏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，恩膏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讓我哋傳福音係大有果效，讓我們傳福音是大有果效的，信主嘅人數天天加增。信主的人數天天加增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啊，好，今天我的分享到這裡，我哋一齊嚟敬拜。我們一起來敬拜。讓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主。主耶穌，你就是最真最活的主，你是配得我們用